来看日本一个102岁人类阿九泽信吉，今年8月初5爬上富士山顶哦。伊伫6当前96岁时，嘛捌爬上富士山。今年是第2届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真做是爬上富士山上侪岁的人。伊讲伫过程中哦，伊嘛想过要放弃，也毋过因为亲戚朋友的鼓励，伊才有法度会当爬到山顶。 山路正行，就伊穿红衫，也爬山拐呀，一步一步挡着强风向前行的是102岁日本人阿久泽信吉，伊创金氏世界纪录是爬起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自分じゃ不安があったけど、やっぱり行ってみるとね、だから富士山も途中でやめたい時期が随分ありましたけどね、仲間に励まされて。 だから結果的にはね、良かったんですけど。陪伫伊边仔有70岁查某囝甲查某孙，也有登山俱乐部的朋友。上尾阿久泽用3天2暗爬起海拔3776公尺的山顶，这毋是阿久泽第一遍创纪录。96岁迄年，伊就正做爬起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这几年，伊经过心脏病、出皮蛇，也有跋倒、天几落尖，还是无放弃爬山。出发前3个月，伊1礼拜爬一座山，甲体力阁练回来。 好きは好きらしいです。確かに体のためにもいいと思います。別に何をしたからこの長生きできたんかなんてやっぱり山がいいですね。阿久泽以前是引领设计工程师，即嘛住伫咧群马县的研究区，也是逐工做技工，甲人画图。今回は富士の上の方の部分を何枚か描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挂伫咧壁顶即款岛内面的山，伊拢捌亲身去过、看过。对阿久泽来讲，山甲岛拢是陪伴伊一生平静的力量。公司新闻温芳仪编辑。